每一天，无事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27日，约伯记9章10安尼讲：伊做诶代志，大到未测度得；伊行诶奇事，侪甲算袂了。三甲来祈祷，所做奇妙甲未测度得诶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有智慧、阁大有气力诶上帝，只有你是行奇异诶事，应该受懊恼。主啊，你创造天，甲天踢开，造地，甲地上诶万物，将开赐予世间人，赐性命予伫地上咧生活诶人。愿你荣耀诶名永远受称赞。愿你诶荣耀充满全地。主啊，三车人求救你诶时，你会救因；困苦无依我诶人，你嘛会救因。主啊，你要听阮求救诶声，因为你做诶代志大到未测度得，你行诶奇事做甲算袂了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诶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诶主是行代志大甲未通测度，行奇事做甲算袂了。伫咱诶每一天，伊拢行出奇异诶事，为咱来成就这一切。愿主时刻甲你三甲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